我係中原地產烏溪沙分行嘅 Lily， 介紹一間733尺平圖高層一個3房套房，有工人房、廚房，長形嘅廚房以白色為主，可以放一個大雪櫃。門口位置，客廳長形嘅客廳比較實用，容易放家私。工人房有窗，洗手間都係棉廁。第一間睡房，第二間睡房，主人房嘅洗手間。主人房放咗一張雙人床同埋衣櫃，景觀就比較開揚。